事的啊，没事。他做了啥手术啊？腺样体和那个扁桃体。中间吃过什么硬东西吗？吃过那个海鲜的。海鲜？那他告诉有多长时间不能吃这种硬东西吧？刮伤了以后，这个出血会很厉害的。帮他抽血备血，然后骨关科可能要处理一下伤口，怕血止不住。小朋友在后面吃海鲜，过敏的，对，带过来吧，要看马上。你这以后海鲜哦，不吃了。你这肿的是蛮厉害的。37.2，体温好的。你现在说话能说吗？能说。叫什么名字，妹妹？可以。可以的。旁边收费处挂号等叫号。以前有过敏过吗？有的海鲜过敏。他不能吃海鲜。目前生命体征是稳定的。那他不能吃海鲜，你们为啥还带他去吃海鲜？我跟他爸爸说了呀，他爸爸说可以吃螃蟹，结果螃蟹炒的粉丝才吃3口就不行了，就咬，擦来擦去。以后是不能碰的，它是局部的，它还不是全身的。它要全身的话，都有可能休克的。先把激素给它调好了，然后给它准备5%的糖水，16毫克。你这嘴唇我还第一次见。以前在电影里面《东邪西毒》里面那个嘴巴，看来那就是过敏了。他会有生多久？暂时没有，因为你已经脱离这个过敏源了。这个1天吃1次就好了，明天也接着吃1次。后面他整个症状好了嘛，就回去了啊。这个小朋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，在吃的这方面，医生要强的中国人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有过敏症状的。他不能吃海鲜。我跟他爸爸说了呀，他爸爸说可以吃螃蟹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们出现这种喝酒上脸呀、嘴麻呀，其实这些都是机体不耐受的一种表现。处理的首要关键呢，就是要避免这些过敏源。如果后续再强行的去吃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，就出现这种低血压、休克。家长不可能说我自己在家里去做一些少剂量的尝试脱敏治疗，需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进行指导和治疗。